来看民进党的消息，民进党全力拼绿箭，将要举行环岛评字活动，将伫各县市评出一个字，一天形成一句标语，就讲选对的人行对的路，美德稳台湾顶顶。另外嘛，继续拍这个空战场节目。中国的武统学者李毅进前，俄罗小美琴讲，将台独的工作伫美国去做甲有声有色，和中国几啊任驻美大使是节节败退，强要帮盘。小美琴接受这个联电创办人周新成访问时讲啊，这款的俄罗唔知是好还是歹。3个关键字这个要好好的想一想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和热情调赛关键词是坚持、认真和暖男有点像这个爸爸这样子虽然有的人觉得他比较硬，就是好像有点在说教的样子，但是他就是一个求好心切啦。讲热情调是小老兄，那面对中国政府，中国武统学者李克最近俄罗小美琴甲台独的工课，伫咧美国是变个真水、真出脚、进步真多，佮上新手，和中国几任驻美大使让俄罗斯得气。那真是惨不忍睹啊！萧美琴是一个悍将，是一个干将。敌人的赞美是真正的赞美。不知道这种赞美对我是好是坏我还要想一想。团结护国会。除了影片控制，嘛要拼绿箭。民进党海军护国青年停台专案启动，护国海军号大卡车会随团宣讲。新的这个团结护国会的这个贴纸，我们会在每一个地方发放。那我们到每一个选区，接下来36天，100场的助选加接奖，我们都会发放这一款的贴纸，让大家可以免费的索取。另外，伊家伫咧耶诞节前，卖展开4天3暝环岛评字活动，会用电条伫咧各县市评出一次，逐工正做一句标语，亲像选对的行行对的好，美德赢台湾顶顶，启动绿箭全力吹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